呢度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件，而家動咗新居啦，咁就掃描。咁就喺 Google 商店或者蘋果商店咧下載我哋嗰個應用程式咁咯。咁啊，首先我哋註冊咗個賬戶先啦。登記閣下登記嘅電話號碼。咁數目字密碼咧就預設就6位嘅。咁我哋揀選翻數型條形碼啦。咁啊揀翻搬運日子啦。咁我7月3號嘅。咁啊開啟呢張帳單。咁啊第一次開始掃描啦，我哋揀第一張嘅巴曲就開始搬運掃描。咁呢個通常喺舊屋就要做噶啦。輸入翻件數啦，2件。咁啊如是者第二張曲咁就繼續掃碼啦。3件。咁啊我哋如是者1至15張，咁你用幾多張就掃幾多張咯。咁啊確認咗喺舊屋確認咗嘅時候，嗰啲條形碼就可以係提交咗確認咗先。好啦，跟住去到新屋嘅時候咧，我哋再開翻同一個情況，就開翻張單出嚟啦。跟住就揀新地址掃描，粉紅色呢個格仔。跟住咧左下角咧就有個完成搬運掃碼，完成即係話去到新屋啦，完成。跟住就左下角開始嗰個掃描條形碼。黃色格仔，咁啊又掃翻，你見到咩條形碼都可以掃嘅，佢唔會重複噶，重複咗佢會彈提示嘅。好，咁你呢個時候睇下啦，嗰個數量係咪2啦？數一數當時嘅板車上面顯示係咪2啦？跟住又繼續掃。係啦，上至下嘅，上邊係新，下邊係舊嘅。咁3件，即係第二張條形碼都係3數目。咁你會見到未掃描係0啦，即係代表之前掃嗰2張已經冇咗噶啦，燒咗曲噶啦。咁就簽收啦，就咁確認啦。咁又確認提交咗噶啦。咁嗰個簽收記錄咧，會喺客人嗰張發票嗰度顯示㗎啦。